同学聚会怎么不进去啊？听说小乔也来，好像还带着她老公。就因为这个呀？放宽心吧，听说就是个打工的，你甩他10条街都绰绰有余呢。我是真的希望你过得不好，但听到这些，为什么又有点难过呢？哎，你这个月工资涨这么多啊？当然了，升职肯定不一样啊，以后会越来越多的。你都上交了，不给自己留点？我哪敢藏私房钱呀？谁让我养了一个小财迷呢？而且啊，那个男生还没房子，俩人一直跟父母一起住呢，婆媳关系紧张的不得了。那是我捧在手心里的女孩子，怎么就没能被好好对待呢？等你俩结婚了，就先回家住吧，还有2间空房呢。以后有了小孩，我们也方便照顾。阿姨，我可不同意啊！我还想过2人世界呢。买房的事情您就别操心了，我们自己会看着办的。所以你怕什么呀？你俩谁后悔还不一定呢。算了，走吧，我们进去。